各位傳媒朋友，早晨！歡迎大家嚟到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僱員發展服務聯同富達民信顧問有限公司舉辦嘅香港正向機構調查發佈會。我係富達民信嘅高級顧問黎定 Sandra， 身邊兩位分別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研究及發展中心主任陳志維博士 Jackie， 以及富達民信嘅臨床心理學家及個案經理梁奇安 Angel。明白到有啲傳媒朋友可能需要早走，不如我哋首先嚟張大合照先啦。為咗你今日嘅流程更加流暢啦，咁今日我哋嘅發佈會咧就會以廣東話去進行嘅。咁如果需要英文嘅媒體咧，咁我哋稍後咧會喺兩間房咧可以有個別嘅專訪，所以大家都唔需要擔心。今日嘅流程咧，將會係首先由我去介紹一下咧僱員支援計劃嘅背景啦，然後就會發佈今次調查嘅結果。然之後咧，我哋會有一啲建議同埋實例嘅分享，最後當然係有 Q&A 嘅時間俾大家去提問嘅。顧名思義，僱員支援計劃係為公司企業同埋員工提供嘅支援服務。我哋係致力推動員工嘅身心社靈健康發展，激發佢哋嘅潛能，並且喺瞬息萬變嘅世界推廣正向企業嘅文化。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喺1991年成立咗僱員發展服務，係本港首間嘅服務提供者，並於2005年設立富達民信顧問有限公司。我哋嘅專業團隊包括註冊社工、專業輔導員、家庭治療師、臨床心理學家同埋管理專才等等。而我哋嘅客戶主要係包括商業機構、政府及公營機構、大專院校同埋社福機構等等。好啦，接下來我哋係調查結果發佈嘅時間。我哋將時間交俾陳志維博士。唔該晒 Sandra。以下落嚟咧，我哋就會講一講翻我哋個調查個背景。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係本港首間從美國引入僱員支援服務嘅領航機構。作為僱員支援服務嘅領航機構，我哋明白到一間機構喺運作上面唔單止係對機構公司本身或者社會上邊嘅帶來經濟上面嘅發展，而且對員工嘅身心嘅影響亦都係舉足輕重嘅。為咗促進機構嘅持續發展，讓機構得以喺機構嘅管治、員工嘅關係、員工嘅質素、領導力同員工情緒各方面都可以有凸顯佢哋嘅正能量。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僱員支援服務及富達民信顧問有限公司喺2013年特別參照咗正向嘅組織學及國際上面相關嘅正向機構研究理論，制定咗一套正向機構指標，當中包含咗5個範疇，PRIDE 呢個5個範疇，我哋稍後會逐一去介紹。而是次嘅調查嘅目的，我哋就希望了解翻香港嘅機構嘅正向嘅表現，以及 PRIDE 各項範疇嘅正向策略同機構嘅表現嘅關係。我哋希望通過呢個嘅調查，促進機構實踐正向機構指標項之下嘅各項嘅策略，推動機構持續邁向正向嘅發展，並喺將來成為真正嘅正向機構。是次調查，我哋喺2024年12月至2025年11月進行，並通過網上嘅問卷調查形式，成功接觸到923位本港嘅在職僱員。問卷嘅有效比率為100個百分比。而是次嘅調查，我哋利用咗本處喺2013年制定，並於2024年優化及再次驗證嘅正向機構指標嚟去進行。呢個指標由原本嘅69條優化成為2024年版嘅25條，當中包括咗5個範疇 PRIDE。P 代表正向機構管治。R 代表良好職場關係。I 員工嘅正向特質。D 鼓動人心嘅領導。E 員工嘅正向情緒。每一個範疇其實都包含全面嘅正向策略，去反映機構嘅正向水平。喺我哋今一次嘅優化同埋驗證裏邊，我哋結果發現呢一套嘅指標能夠有效地幫機構去量度出佢哋嘅正向發展嘅能力。而就着是次嘅調查結果，受訪者嘅背景資料方面，
受訪者嘅年齡組別劃分最多嘅為41至到45歲，佔整體受訪者嘅大約18.9個百分比。其次為36至40歲，佔整體77個百分比左右。而另外31至35歲大約佔17個百分比，而26至30歲則佔大約13個百分比。而從事嘅業務方面，最多受訪者從事嘅首3個行業分別為公共及社會服務，大約佔28個百分比；教育及培訓，大約佔17個百分比，以及銀行及金融業，大約佔9個百分比。喺機構喺香港全職員工嘅人數方面，最多受訪者而家受僱於100人或以下嘅中小企業或嘅公司，佔大約43個百分比。其次為101至到1000，有大約22個百分比左右。至於1001至3000人嘅企業或者公司嘅受訪者，則佔大約13個百分比。而大型機構或者公司工作嘅受訪者約佔2成。而是次我哋嘅調查裏邊有關正向機構嘅指標，我哋有一個嘅評分嘅準則嘅。咁喺根據機構嘅正向機構指標嘅表現，以100分為滿分嚟計算，我哋平均分會佔平均分為65分。如果機構嗰個正向機構指標嘅分數達65分以下，我哋將會歸類為呢個低於平均正向水平。如果分數係喺65分或以上，有關嘅機構將會歸類為高於或符合平均正向水平。另外，如果受訪嘅機構嘅正向機構嘅指標分數處於首40個百分比嘅高分水平，則喺平均分達75分或以上，有關嘅機構將會歸類為超卓嘅正向表現。喺今次嘅調查裏邊，根據受訪者嘅評分，我哋發現本港現時嘅機構嘅正向機構指數整體上嘅平均分為65分。喺 PRIDE 5項範疇之中，3個範疇屬於高於或符合平均正向水平，而分數依次序由高至低為良好嘅職場關係 R 68分，正向機構管治 P 67分，員工正向嘅特質 I 65分，而低於平均正向水平嘅依次序為鼓動人心嘅領導 D 63分，以及員工嘅正向情緒 E 62分嘅。而喺5個範疇裏邊，當中包括咗25項嘅正向策略之中，受訪者認為最高分嘅5項嘅策略均屬於正向機構嘅管治 P 及良好職場嘅關係 R。有關嘅策略均係有關於協助員工佢哋制定目標，協助員工佢哋喺工作上邊同埋生活上面嘅成長上面嘅適應，以及建立一個嘅良好嘅職場關係有關。而就受訪者評分最低分嗰尾5項，分別係有關員工嘅正向情緒 E、正向嘅機構管治 P 以及員工嘅正向特質 I。有關嘅策略都係與一啲壓力情緒管理同埋呢個嘅危機處理有關嘅。除咗喺 PRIDE 5個範疇就正向表現之外，是次嘅調查我哋亦都去了解翻受訪者評估佢哋嘅機構或者企業喺各方面嘅表現成果。最高嘅平均分首3項嘅機構表現成果分別為商業道德80分、人際關係74分及工作嘅質素73分，而最低嘅平均分尾3項為精神健康嘅狀況66分、盈利能力67分以及身體健康嘅狀況67分。呢個都係顯示咗員工嘅身心健康實在值得令人嘅關注嘅。而除此之外，我哋亦都訪問咗受訪者，佢哋認為佢哋自己嘅公司或者企業最欣賞嘅地方係啲乜嘢？首3項員工佢最欣賞自己嘅企業嘅地方包括
部門同同事嘅關係良好，佔大約51%。其次為工作嘅工作嘅環境愉快，佔大約49%。第三類就係重視員工嘅福祉，佔大約41%。而喺我哋今次嘅調查裏邊，我哋亦都根據相關嘅係數分析咧，進行咗進一步嘅分析。喺調查結果顯示咧，PRIDE 各項範疇嘅指標咧，同機構嘅表現成果咧係有一個統計學上面嘅顯著正向嘅關係。表示機構如果佢哋喺 PRIDE 表現越好，佢哋嘅機構表現嘅成果亦都會越高嘅。除咗個別盈利能力屬於中度相關嘅強項之外，其他嘅項目咧都係個強度性係極高。調查反映機構嘅實踐，如果實踐咗正向機構指標中 PRIDE 正向策略，確實可以幫到機構帶來正面嘅表現成果。而之後我哋就會就着今次嘅調查結果，去講一講翻個建議。我哋而家交俾我哋嘅臨床心理學家 Angela。唔該晒陳博士。咁啊，就住我哋嘅研究結果分析咧，我哋見到僱員嘅精神健康狀況咧，其實直接影響到企業嘅表現啦，同埋佢哋嘅可持續性發展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從3個層面，包括社會層面、機構層面同埋僱員層面，一共4個要點咧，共同推進呢個職場正向嘅發展。第一個要點，咁係喺呢個社會層面方面啦。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嘅同時咧，其實我哋必須同步關注僱員嘅精神健康嘅。我哋建議進一步鼓勵僱主參與僱員支援計劃啦，亦都為中小企咧去安排適當嘅經濟支援或者一啲補貼咁樣嘅，咁啊協助企業為員工提供更全面同埋更貼身嘅心理健康服務。咁啊，同時間僱主亦都可以善用其實而家有嘅資源嘅。咁啊，包括咧就係加強推動呢個精神健康職場約章，咁啊鼓勵更多機構咧參與之餘咧，亦都係坐言起行啊，成為呢個精神健康友善機構，咁樣可以喺文化啦同埋制度層面上咧建立一個更健康、更具支持性嘅職場環境，令到關顧心理健康呢一個概念喺工作間咧成為常態，而唔係例外嚟嘅。第二點啦。喺機構或者公司層面上面咧，企業可以透過正向機構政策提升自身嘅可持續發展優勢。咁包括啲咩咧？我哋建議企業參考正向機構指標，定期咧去檢視而家有嘅政策啦，同埋一啲措施咁樣嘅。咁當然我哋都會即係有一個靈活嘅即係思想彈性啲，咁啊因應咧員工嘅需要作出適當嘅調整嘅。企業咧喺處理危機嘅時候咧，都其實有一啲即係政策，我哋都可以建議。例如就係喺危機發生之前咧，都應該要有一個完善嘅危機應變策略。咁啊，包括清晰嘅危機管理同埋溝通方案。等到咧面對突發事件嘅時候咧，其實管理人員咧已經有一個適切嘅態度啦，亦都有能力咁樣安排咧應變措施。咁樣除咗可以迅速咁樣面對而家嘅困難之外，一啲挑戰之外咧，亦都可以穩定到團隊嘅士氣，有助機構咧喺危機解除之後咧，可以盡快咁樣恢復正常嘅功能嘅。第三個建議啦，第三個建議咧，亦都係喺公司或者機構層面上面嘅。其實我哋咧特別強調管理層嘅一個角色，因為管理人員咧唔單止係團隊嘅決策者，亦都咧為員工心理安全把關，係一個好重要嘅守門人嚟嘅。咁所以咧，企業可以善用僱員支援計劃啦，咁啊將心理健康管理咧納入領導力發展框架，促進正向職場文化嘅。同時間咧，企業亦都可以考慮舉辦一啲精神健康急救嘅課程，咁就可以為管理層或者甚至乎係員工咧，及早識別精神困擾嘅症狀，咁啊繼而咧提供適切嘅支援嘅。最後一個建議啦，咁就係關於個人打工仔嘅層面上面咧，其實咧我都想分享2組嘅英文字，咁就係 PACE 同埋 BRIEF。咁啊，代表住咧即係 EQ 培養嘅4個方法，同埋穩壓嘅6個方法。咁啊，講下 PACE 先啦。咁啊，因為 EQ 咧係唔單止講緊我哋個人情緒，亦都講緊他人嘅一啲情緒管理嘅。咁所以咧
頭兩個英文字母 P 同 A 咧，就係講關於個人多少少嘅。P pause，我哋好多時咧都可以停一停，唔好咁心急去回應或者反應住。咁之後咧做好我哋嗰個即係自我覺察 acknowledge 先，咁知道自己了解自己個狀況，理解自己嘅情緒，然之後咧先至去進行即係同他人嘅一啲溝通。關於他人嘅幾個方面就係之後嘅兩個英文字啦 ，C 同 E，communicate 同埋 empathize。communicate 啦，當然啦，我哋要有一個温柔而堅定嘅咁樣去表達自己嘅需要啦。同時間咧，同人溝通要建立一個好嘅社交關係嘅話咧 ，empathize 都重要嘅。我哋要有一個同理心。呢一個就係 EQ 培養嘅4個方法啦。另外一組英文字母咧，都想即係分享俾大家咧，就係抗壓穩壓6法 breathe。6個英文字母，頭兩個 B 同 R 咧，同 EQ 好相似嘅。第一，我哋要 bond。要同人去建立一啲即係聯繫嘅，因為係嘅。當我哋有壓力嘅時候咧，同人分享咧，絕對係一個方法嚟嘅。第二 R receive experience 啦，我哋都要消化下我哋而家處理緊發生緊啲乜嘢事，究竟我哋係經歷緊啲咩情緒等等。之後 E 咧就係 examine perspectives， 呢個咧係比較認知多少少嘅，我哋要有多角度嘅思考啦，去選擇呢一啲幫助到自己嘅一啲想法嘅。之後3組英文字咧就係 A、T 同埋 H， 咁就係 activate body、tranquilize mind 同埋 heal 嘅。我哋當然啦喺行為層面上咧，我哋要繼續保持我哋嘅活動能力啦。另外咧，有啲同事或者有一啲即係朋友咧，會選擇咧用一啲靜觀嘅練習去舒緩自己嘅壓力嘅。最後亦都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啦，修復自己、照顧自己好重要嘅，所以可以有一啲小復修，例如就係一啲呼吸練習啊，一啲頭先所講嘅冥想啊、靜觀活動，或者一啲大嘅復修，包括咧可能去一啲退休營或者旅行等等，咁樣去關顧自己嘅。所以咧，最後咧分享4項建議之後咧，我都想即係總括一句正向措施咧絕對唔係額外嘅投資嚟嘅，其實而係有利機構咧佢哋嘅持續發展係一個必需品嚟嘅。有關正向措施嘅具體實例咧，我而家將時間咧交翻俾我哋嘅高級顧問 Sandra， 咁佢會講多少少咧有啲咩實例嘅。唔該晒。就住頭先咧嘅報告同埋4個建議啦，咁裏邊咧有2個範疇咧係特別需要提升嘅，就包括係關注員工嘅情緒啦，同埋提升公司危機處理嘅能力。以下咧都有啲分享咧啲實例嘅實踐咧，我哋都覺得係好值得參考同埋可以借鏡嘅。首先咧喺為即係關注員工嘅情緒方面咧，其實我哋亦都有客戶咧係即係定時為員工提供一啲嘅喘息空間。包括咧個形式就可以係一啲 lunch and learn 啦，即係午餐嘅時間咧有啲學習分享會啊，或者一啲 tea and talk 係午後嘅時間咧可以有一啲嘅茶聚嘅時間。其實咧呢啲嘅安排咧，除咗可以令同事可以即時得到一個放鬆身心嘅機會咧，其實更加重要嘅就係讓同事之間咧可以建立一個互信同埋彼此認識嘅關係。其實係形成一個支持網啊！如果佢哋即係譬如有情緒有困擾嘅時候，或者有遇到困難嘅時候咧，咁同事之間嘅彼此認識咧，其實可以好幫助得到咧預防危機嘅發生。亦都同時咧，如果公司譬如管理層咧，可以藉呢個機會咧，亦都可以觀察一下員工嘅狀態啊，或者甚至乎聽佢哋嘅分享啊，會唔會可以及早咧去識別到咧一啲情緒嘅支援嘅需要，咁就可以咧更加去幫到同事咧有一個即係愉快嘅工作同埋有身心嘅健康。另外咧，彈性上班時間呢個安排咧，亦都係非常之幫到咧員工去面對自己嘅情緒方面嘅困擾嘅。譬如我哋見到有客戶咧，係容許佢哋嘅員工咧喺上班嘅時間咧，係認可佢哋去出席我哋譬如 EAP 嘅心理輔導啦，或者其他嘅治療啊、輔導等等。其實呢個安排咧，唔單止俾同工咧可以有個時間嘅安排上可以接受到呢啲嘅幫助，亦都係表達到咧公司咧對員工嘅關心。除此之外咧，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哋好多嘅打工仔咧都係一啲照顧者啦，無論你屋企裏邊有啲幼兒嘅照顧或者長者嘅照顧咧，其實都係好困身嘅，或者都好多事務嘅忙碌嘅。咁如果一啲彈性上班時間，例如可以俾佢哋返晏啲啊，或者可以放早啲啊，可以接送小朋友啊，
又或者平時需要陪診咧，其實老人家都好多需要陪診嘅時間，可能容許佢哋週末先再上班啊。咁呢啲嘅彈性安排咧，係絕對幫助到咧作為照顧者嘅員工咧，係舒緩佢哋即係喺時間上面嘅壓力啦，亦都係俾佢哋覺得公司嘅關心咧，令佢更加願意投入咧喺公司嘅工作裏邊咧，個士氣咧都係會更加係正面嘅。好啦，呢兩個除咗係即係提升我哋嘅對情緒嘅關注，另外咧就係講緊公司處理危機嘅能力嘅方面咧，我哋都見到有啲咧即係好值得參考嘅一啲嘅實例嘅。咁而首先我哋服務入邊咧見到一啲嘅危機嘅種類咧，好多時候出現嘅咧就係一啲工業嘅傷亡啦，或者咧有員工突然間離世啦，或者工作場景咧發生啲突然嘅事故，或者有員工嘅情緒失控。甚至乎咧，有啲裁員或者解僱嘅行動咧，都需要我哋去支援嘅。咁我相信咧，唔同公司咧都對於危機嗰個處理嘅意識咧都係有嘅，同埋咧都係作出安排。但係我哋想特別提出咧，喺預防同埋善後兩方面咧，如果我哋都不容忽視，如果我哋做得好嘅話咧，其實對於整個嘅危機處理嘅框架咧係更加全面同埋妥當嘅。喺預防方面咧，正如頭先 Angel 所提及咧，其實制定一啲嘅危機應變計劃同埋執行小組咧，其實我哋都服務過唔少嘅企業咧去處理呢一樣嘢，係透過我哋嘅管理諮詢啦，或者我哋係即係同管理層嘅商討入邊咧，其實都係制定咗一啲嘅方案或者分工，邊一個嘅高層係去處理邊一個部分係合適咧，咁其實呢個係要預先咧係有一個分工喺度啦。另外咧，成立一啲內部嘅關懷大使咧，我哋都有啲機構咧亦都係咁樣做。咁咧其實嗰啲關懷大使咧，可以嚟自唔同部門嘅一啲自願嘅員工咧去參與啦。咁佢哋嘅做啲咩嘅咧？就首先都係接受培訓啦。咁有時候我哋都會有一啲嘅精神健康急救課程啊，或者其他嘅課程咧，都係裝備翻呢啲嘅小組組員。然之後咧，佢就將呢啲即係關心咧，就帶去其他唔同部門嘅其他嘅同事。亦都咧，如果佢觀察到有同事有需要喎，或者有狀況喎，佢亦都可以鼓勵嗰位同事咧去求助，或者俾啲資訊佢哋。咁變咗咧，呢一個嘅關懷咧，唔係淨係公司嘅管理層啊，或者係高層去處理，而係咧係發放喺唔同嘅同工嘅即係同事嘅同濟之間咧，都可以得到呢個嘅效益。另外咧危機演習咧，我哋都係非常之覺得推崇嘅。咁我哋有客戶咧，可能定時，可能每半年一次，都同我哋咧去即係合作咧，去舉辦一啲嘅危機演習嘅演練啦。咁裏邊透過咧一啲真係有可能發生嘅處境嘅一啲嘅演練咧，係提升翻咧同工咧即係對一個危機嘅意識，同埋咧到時真係具體真係要執行嘅時候咧，大家都可以各就各位咧去明白點樣去處理嘅。好啦，到最後啦，就係善後啦。好多人都可能覺得個危機處理咗，好似全部穩定晒咯喎，咁係咪咧就都係好好啊？即係都係處理咗大部分。但係個善後嘅工作咧，亦都係不能忽視嘅。我哋嘅客戶咧都係專程咧喺危機過咗之後咧，都揾我哋咧去為一啲受影響嘅員工咧，去提供一啲個人或者小組嘅 debriefing 啦，或者輔導啦。咁或者一啲更加咧係特別安排我哋嘅熱線。一個即係724全天候嘅熱線咧，俾翻佢哋同事，讓佢哋咧喺工作嘅時間以外咧，如果都係譬如夜晚啊，個情緒好困擾啦，或者放工嘅時候咧，都係個情緒洶湧咗出嚟啦，咁都可以打我哋嘅熱線咧，我哋可以提供翻一個專業嘅輔導服務嘅。有機構咧亦都喺事件發生之後咧，都讓同事咧有個空間可以即係請假啦，即係可以去翻屋企休息啦。又或者喺公司入邊咧有一啲安靜嘅角落咧，可能一間房啊，或者有個地方啊，咁讓佢哋咧可以有一個空間咧，可以有喘息同埋可以平復翻心情嘅。咁當然啦，喺危機處理過後嘅檢討咧，都係相當之重要，因為我哋咧永遠都係即係學習啦。咁如果我哋同我哋嘅客戶譬如完咗一個危機，會唔會有啲嘢都需要大家去檢討翻，或者去即係學習翻我哋嘅過程咧？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即係相當重要，對於下一次嘅預防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功夫。咁所以咧，我哋頭先分享呢啲嘅實例咧，想鼓勵翻唔同嘅企業咧，讓佢哋知道原來正向機構嘅文化咧，唔係純粹一啲字面上啦，或者數字上嘅一啲嘅概念，而係喺實踐上面咧，的而且確有好多嘅企業咧，都係進行緊嘅。咁鼓勵大家咧，都可以考慮翻咧呢啲嘅措施咧，融入翻喺你哋嘅機構入邊咧，去幫助成個工作間同埋同事咧，可以提升
升佢哋嘅正向。好，咁我哋咧嘅分享咧就差唔多到呢度啦。咁以下咧係一個即係問答嘅環節。咁睇下在座嘅朋友有冇啲咩嘅提問，我哋可以歡迎。咁請你哋咧，如果提問嘅時候咧，可以講一講你嚟自邊一間嘅公司機構啦。咁然之後就可以發出你嘅提問啦。咁我相信咧，可能大家都需要啲時間去深化啦，或者都睇下翻我哋嘅新聞稿咧，去了解多啲。咁咧即係都多謝大家今日嘅出席同埋去聆聽我哋嘅分享。咁我哋咧3位都會繼續留喺度嘅。咁如果咧有在座嘅朋友咧有需要都個別有啲補充嘅提問咧，咁都歡迎咧同我哋去聯絡啦。咁否則咧都多謝大家今日嘅參與，多謝晒。